家己有超过6000户的厝去互丹那市扫害去，有的庄卡所在是一直等无人来到征收。即阵到消防人员甲志工来到卡手，希望灾民会当量早恢复本地生活。清理厝顶的厝叶、体破去的所在来看旁部。嘉义县消防局的消防人员、甲警义消的志工来到布地，协助一寡弱势家庭来整理甲补强因为风台受损的房屋。原则上，我们还是这边接受我们社会局的一个安排在这个名单之内，我们尽量来协助这一些独老啦、这些低收入户的一些民众。台风过后，房屋顶漏水，那急需要帆布来覆盖，这些人都没有人员可以帮我们覆盖。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消防跟义消同仁要利用自己的假或是休息时间来帮忙。除了消防单位，另外嘛，还有民间的善心团体来到庄卡摕一寡食单到整理厝。在地船长讲，庄卡所在较无少年人，大位拢咧抢相找无工，善心团体伫摆帮忙，互灾民会当赶紧恢复原本的生活。咧救的当中，咱拢无在救，因为几乎差不多咱这方面拢互救的啊。我都联络我们的希望义工团当然，你过去对阮下集团嘛来去过厝，对这路段虽然速度有够紧的，去下晡的时阵随赶到位来赶来到现场。嘉义县政府表示，因为风台受损的厝超过6000户，即卖因为欠工欠材料的关系，只会当做一寡补强。若果拄到风雨，惊会有结构安全的问题，已经有准备刷来协助的计划，随时会当替一寡独居老人也是弱势家庭提供临时收容的照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